所敬听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真感谢主的恩典，伊知咱的需要，照时落雨，也知咱的欠缺，照时出日头，互咱得到烧乐。虽然每一届来到伫上帝面前，咱要感谢伊，咱要学乐伊，咱搁一摆来祈祷。听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每一日都是要学乐你的圣名。特别阮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，要感谢你，感谢上帝你奇妙的作为。伫阮一生的日子，是上帝你的听，你的祝福伫阮的中间。阮搁一摆通过敬拜，照着主你互阮教示的话语来帮助阮，互阮通珍惜生命中每一个坎站。愿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伫每一年农历的9月初9，就是这个9字，就是咱伫数字的中间属伫阳，相数属伫阴，所以月甲日拢是共款。所以咱就伫这个日子，甲称作重阳节、重阳节。佮加上这个9这个9会当读9，嘛会当读9所以这个9字，就是甲咱的长长久久、久跟久拢共音，所以代表久久长长、长长久久。所以咱佮甲称作是敬老节。现代人也称伊做金色的情人节、金色情人节，就是伫人生的后半段，会当成做夫妇同在，拢三角同在，所以这是一个真快乐的时刻。所以今日咱教会特别为着65岁以上的会友来备办敬老的聚餐，所以今仔日也要通过这么要紧的节期，来甲咱三角分享珍惜老年。那么肯定银发的岁月，银华岁月，就是银发，就是白头毛已经白这个岁月呢，就是一个智慧甲经验的累积。所以伫银发的岁月，通讲是值得学乐、感谢、庆祝的日子。那么三角来想，什么是人生的老年，还是老年的时阵？来用咱的年岁来算，就是对出世一直到伫65岁，全世界就定到65岁，这个就是爱退休，也叫做年老。虽然政府对咱的长辈真好，就是65岁，咱拢会当摕到敬老证，坐公车毋免钱，看电影半价，安尼有好无？这就是通过咱的年岁，用年岁来看，65岁，也就是这个退休的年龄，叫做老。搁一种就是用咱生理的年龄，就是咱渐渐目睭花、老花眼、白内障也是记忆力减退随讲随袂记的，坐咧就下去，倒咧困袂去这种的呢，就是咱的生理的年龄咱的记忆力无好，也是咱的行动愈来愈慢。这个生理的年龄也会当来讲是进入伫老年的中间。总是呢，咱相信人生每一个坎站，生命中每一个坎站，拢是美好的。无论伫囡仔时代，伫青年的时代，伫壮年的时代，伫老年的时代，生命中每一个年龄、每一个坎站，拢是水的，拢是上帝恩典，拢着爱感谢。当今早起，咱要通过所读的圣经，甲咱三角来分享，怎样来珍惜咱生命中的老年。头一个
咱要来思考就是，年老是上帝赐福。咱知影伫20世纪初年，咱即摆是21世纪，都是100年前，台湾人平均的年岁是47岁。总是伫今仔日，咱现代人伫医药的发展，营养真好，生活水准嘛提悬，所以伫今仔日平均女性会当到伫84岁，查甫的会当到伫78岁。安尼讲起来，就是男人真命苦啊！日本人写一本册讲，一个人的老后，一个人老了后，就是女性一定要准备过单身的过程。因为安那，因为咱的另外一半查甫的，只要平均年龄来看，伊大生等于上帝所在，所以咱都爱陪伴伫人生的老年的中间，的确爱经验到孤单的过程。总是咱真感谢上帝，伫今日时代，咱看到80岁的欧巴桑，但是看起来敢若50岁，敢若60岁同款，遮尔少年。都是咱对老人学的角度来看，就是一个人65岁了后，佫会当分做3个阶级、3个阶层。头一个就是65岁甲75岁。这个甲称作少年老那点，75岁到85岁叫做中啊老，85岁以上，咱就称作老年。所以咱会当讲，伫今仔日的时代，差不多伫85岁以上，咱才该称作老年，剩的拢是少年的。所以箴言第16章31节，咱的圣经伫箴言第16章31节讲，白头毛是荣耀的冕旒。这段圣经要表达的是讲，伫信仰上，一个人伫老化的过程，这是美丽的，这是荣耀的，这也是智慧的过程。一年一年咧经过，一年一年真紧，咱的身躯嘛一年一年的体力愈来愈歹，但是咱知影，这是一个水的，这是一个智慧的过程，咱爱感谢。今仔咱看见台湾老年的人口愈来愈增加，就是伫今年2011年，咱占全国2300万的人口内底，已经占11%，就是65岁以上的。你甲伊有果推算到伫2030年，就是过20年了后，65岁以上的人口会占台湾人口的24%。安尼讲起来，就是未来20年了后，台湾的中间4个内底有一个，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，所以会当健康长岁寿，这是上帝恩典、上帝祝福，爱感谢上帝。第二，咱要来想，什么是成功老化学习？伫屏东恒春有一个阿祖，姓温的一个阿祖，伊活到107岁。哇，这真无简单。咱若100岁的时阵呢，哇，这个总统拢爱召集来拜访啊，这叫做仁瑞啊。所以107岁伫这个屏东恒春这个所在，姓温的一个阿祖，真无简单。所以记者就来到伊的所在，甲伊访问讲：你长岁寿的秘诀是什么？啊，这个阿祖就安尼讲：较早去困呢，较早起来，然后爱运动，爱运动，逐工都爱行路运动。还个一项就是爱食较简单的物件，食食毋通食伤丰富，逐工食牛排迄袂使，都爱食较简单的。然后呢，爱心情爱开朗，较幽默的开朗。搁一项爱关心国家大事，
会讲安尼呢，就是会较愈来愈长岁数。所以想到这时候，我嘛想到伫圣经内底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名叫做摩西。摩西伫80岁的时阵，上帝予伊启示，看到气皮和火烧，就呼召摩西来带以色列人民来出埃及。上帝惊真侪神者，然后互摩西带百姓出埃及的过程，这以色列人常常埋怨。无水通好啉，无肉通好食，真侪埋怨，因嘛呢，佮对上帝侪犹疑甲无相信。第四，以色列人民伫旷野40年久的中间，总是到伫摩西120岁，因为伊袂当入去迦南地，伊就到伫摩押地的尼泊山的顶头，看到上帝应允的遮尔水的地。圣经安尼记载讲，摩西伫120岁，讲身躯佫真勇，目睭佫真利啊，身体强壮，视力良好。圣经内底佫讲另外一个人，这个人叫做迦勒。迦勒伫85岁的时阵。伫约书亚记内底，伊安尼讲，我80岁时，佫亲像40岁一尾活龙，就是迄个时摩西找我，甲亚玛力人征战，甲非利士人征战，我入去迦南地12个探仔内底，我也是中间一个。讲我即马85岁，总是我的身躯还佫真勇，亲像40岁时阵共款。伫老人学内底咧讲成功老化，咧代表一种身躯爱勇健，有好的信用甲坚定，这是一个成功的老化。总是伫咱的生命内底，无拄拄逐个人拢会当安尼啦。有人到伫中年的时阵，已经变做老人啊。几礼拜前，咱伫自由书报看到一个查某囡仔，20几岁。食海产，也是食到毋对的物件，忽然间变做亲像80岁共款。当然，咱会当成功老化上好，总是若要使的时阵，有人伫中年的时已经年老。所以，伫中国一个真出名的诗人叫做韩愈，伫所写的一本文章内底，《记12郎文》这种文章内底有讲一句话，伊讲安那。讲吾未40，就是讲我还未40岁，已经安那。吾未40而事茫茫，发苍苍，牙齿动摇。这个韩愈呢，伊为着国家的代志咧操劳，还未40岁，讲安那头毛已经白，目睭开始花，喙齿落喙齿。我相信，伫咱的人生内底，若拄到这个代志，咱犹原真苦闷，真艰苦心。最少咱想到，咱的人生就亲像一个 cycle， 一个循环共款。咱出世的时阵，亲像红婴仔，毋捌代志，但是渐渐大汉，学行路，然后读册，少年人变做壮年，变做老年，渐渐。身躯无好势破病，倒伫病床，头壳记忆力退化，坐伫轮椅，就佫倒转去亲像囡仔的时阵共款，啥物代志拢毋知影去啊，真古锥。这就是人生的一个 cycle， 的一个循环。这就是咱的人生。咱拢真期待咱会当健康长岁寿，我甲你拢共款，拢会当。期待咱会当健康长岁寿，总是有时阵咱无法度强求，因为伫咱的生命过程内底，有人得到遗传的病、糖尿病、高血压，真侪症头，致使伊无法度会当享受伫老年。有人经济困难，有人拄到压力，甚至有人年岁真悬，但是囡仔拢离开世间。
2礼拜前，我去探访咱中间一位90几岁的阿嬷。这个阿嬷伫探访的过程内底，伊讲，伊的囡仔拢已经离开啊，但即摆剩伊一个人尔。总是这个阿嬷，伊也真健康来面对伊生命中间的孤单。所以咱知影生命中的周期的这个 cycle， 就是伫囡仔甲年老的长辈，这拢是属于较弱势的族群。所以咱真正伫生命中的无共款的阶段的时阵，咱真需要有开放的心来面对咱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。第三项，年老的时间真宝贝。中文一句话安尼讲：夕阳无限好。后壁迄句咧，讲日头落山的时阵，这是一个真水的时阵，但是安那已经要黄昏咯，日头要落山咯。所以伫这个人生到伫迄个坎站的时阵，都爱好好来珍惜甲把握。有一个诗人叫做辛尼加，伊捌讲人生的晚年是值得珍惜，搁深深意爱。其实你若知影好好来运用这个时间，就会充满喜乐。人生伫后半场的时阵，是时间是上水的。人生伫后半场的时阵，这个时间是上水的，因为伫少年的时阵，咱的父母爱咱读册，爱考试，考到好的学校，然后大汉了后结婚成家立业。渐渐，阁有新的一代出来，父母都爱为着囝儿事业来打拼。总是渐渐囝儿大汉了后，咱嘛渐渐已经年老。所以伫囡仔细汉的时阵，拢无为着家己想，较去的所在就是动物园甲儿童乐园。就是到年老的时阵，咱唔通过去动物园啊、儿童乐园，爱互家己的梦想会当去成真，梦想成真。对我一生的中间，我有一个梦，我有一个理想，要去欧洲佚佗，咱都会当来甲伊实现这个梦想甲理想。咱伫晚年的时阵想要做的代志，咱就愿望会当伫遐来完成。伫公视公共电视。捌播一出戏，这出戏咧讲起2个年老的阿公，2个拢是好朋友。一个呢，因为身躯有病破病，所以呢，伊的囝新妇都甲伊限制，控肉袂当食，猪骹袂当食，肥猪肉袂当食，因为安那，因为身躯袂好势，拢爱食药啊。搁另外一个呢，就是。囝新妇拢咧工作，变做伫厝内敢若伊一个人。日本话讲，一人は寂しい，二人ちょうどいい，三人やかましい。讲一个人敢若一个厝拢敢若一个人伫厝尔，所以感觉真孤单，无人通好讲话。所以呢，伊就烧酒甲伊的好朋友2个拢年老，讲无呢，咱出来活一个咱来活的人生。所以2个人就烧酒做伙去佚佗，但佚佗要去佗佚佗，伊就想着讲咱伫这个小学的时阵，咱共同咧约一个同学，迄个同学呢，迄个女朋友，迄个是咱初恋的时代女朋友，但咱即摆已经老了，咱即摆来甲伊访问看卖，伊即摆变做啥物款？哇，2个人就做伙去佚佗去旅游，伊伫遐。享受伊伫年老了后，伊的梦想甲人生。我毋知咱有机会到伫咱的7楼的所在无？伫7楼迄个所在，有一位张文亮教授伊的老母，是人门教会会友。伊伫70岁的时阵才学画图，
即马80通会已经咧开画展啦。我想，毋但是人门教会张文良教授的老母，咱少年教会都有一个黄文具长老娘来读上年大学，然后开始画图，几啊摆伫马街病院展览，我嘛捌去甲伊主持过。伫咱的人生来晚年的时阵，有真侪理想会当伫遐仰望，即个梦想会当甲伊实现。伫过去爱画图，但是即马迄个时代无机会通学，但是即马会当好好来完成伊的理想。所以，只咱看见晚年的时阵，迄个时间是足宝贝，会当伫遐来完成咱伫少年想要完成的梦，会当甲伊实现。因为日落黄昏的时，每一秒拢真宝贝。第二段落，咱要来思考老年的时阵的宝贝。头一项就是毋通离开信仰。咱知影一个人到伫老年的时阵，有真侪烦恼、担心、不安。到底咧烦恼什么？台湾的一条诗歌表达了真好。烦恼小姑要嫁无嫁妆，烦恼小姐要娶无眠床。咱知影年纪大的人嘛，真侪操烦，真侪烦恼，真侪看虑。中间有一个烦恼就是啥？已经要去上帝遐，这是人生的一个煞尾站，亲像马街的诗，最后徛家讲，这是我人生的煞尾站。所以伫迄个时阵，上重要是什么？物质毋是上重要。迄个时阵，信仰的需要愈来愈侪刻薄。迄个时阵，上济时间就是读圣经、祈祷来亲近上帝。文学家但丁伊安尼讲：生命中无信仰的人，亲像一只船伫海内底驶来驶去。人生若是无信仰的时阵，就亲像一只船，会当伫海中间驶来驶去，伊毋知要去到伫倒位，伊毋知要驶到伫倒位的所在。今咱所读的圣经，诗人伫这个所在咧祈祷，讲上帝啊，我要学到你，伫我年老的时阵，求你毋通放杀我。上帝啊，当我气力衰弱的时阵，求你毋通气杀我。上帝啊，我到伫年老头毛白的时阵，求你毋通离开放杀我。这是诗人伫写这首诗的中间咧描写伊的心境。伊伫年老的时阵，伊上重要、上刻薄的，就是会当亲近上帝。虽然看见咱的教会有甲算过，咱65岁以上的老年的，伫咱的教会平均内底占54%，一半以上是65岁以上的。所以年老的时阵，上重要是什么？强调信仰，读圣经、祈祷来亲近上帝。第二个所在就是教会，就是少年教会。伫教会这个所在，会当享受人生上丰富的，就是会当做礼拜，会当伫祈祷会祈祷，会当伫七号的所在交谊分享交陪，会当伫迄个中间找到人生的愿望。所以伫年老的时阵，的确爱珍惜对少年所认捌耶稣基督的信仰，到伫年老的时阵，要个继续来持守这个信仰，热心积聚天国的资产，也将这个真重要信仰的资产留伫咱的子儿孙的中间。这是一个年长的人上重要爱做的。
即使你是基督徒，总是你看见你的囝儿孙也毋是基督徒，爱为着这样代志来祈祷，爱为着这个代志来着急，因为咱会当放互囝儿孙上重要的，就是耶稣基督的信仰。无这样代志比这个更较宝贝。所以第二，咱若要来想，就是年老的时阵，犹原爱结果子。诗篇92篇14节安尼写，讲因伫年老的时阵，犹原要结果子，迄个果子的汁满满，色阁青翠，满了枝浆而常花青。迄个汁满满，啊，阁青翠。一般人拢想讲年老就是老花啊，都无效啊。总是咱来知影，有真侪文学家、画家得到诺贝尔奖的人，拢是年老的人，真少是少年人。因为安那年老信仰的活泼、智慧、经验的丰富，所以无论是画图，无论是写文章，拢伫年老中间会当达到伫登峰造极的境界。所以真侪年长的人会当摕到诺贝尔奖。咱看伫摩西伫年老的时阵，要阁为着人民排解因的纷争，来审判因的案件。咱看咱伫教会内底，我真敬重地连道长老，90岁要阁咧带领日本查经班。90岁，每一届伊破病伫病床的中间，伊所挂念的就是讲啊，我这个日本查经班，我一定爱继续到伫我人生的线尾，然后我都爱栽培新的人起来，来继续带日本查经班。90岁要阁伫遐服侍，上帝团契要真侪长辈伫遐继续咧服侍，因为安那年老的时阵，犹原要结果子，毋是无路用啊！年老是人生上精华，所有的智慧、经验、信用，拢伫迄个时阵来发挥出来，这是值得咱尊敬的。诗篇71篇第18节讲：上帝啊，我要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一代，你的大气力，将你的大气力指示后代的人。长辈会当将信用、将智慧来祝福下一代，免得咱下一代甲顶一代人犯同款的错误。摩西无爱约书亚甲伊的时代犯同款的错误，因为伊有软弱的所在，所以长辈会当祝福咱的时势，常常甲因祝福，常常甲因肯定，甲因学乐，因为长辈都是有这种上帝福音的特质。约伯记12章12节，年老的有智慧，长岁寿的有财物。这是约伯记写的。讲年老的时阵，就是智慧上济的时阵，要搁啥？搁会当长岁寿有财物。所以咱常常爱甲年老的长辈来请教，甲因请教一寡问题，甲因请教一寡代志，因为因智慧、信用、经验，拢达到伫高峰。这样就是年老的时阵爱保持好的名声、好的名誉。心理学家讲，年老的人大概有5种的性格，一种就是成熟的，另外一种就是坐伫椅仔的，第三种就是真惊别人去甲伊搅扰的，第4项就是真受气的，第5项就是伫遐怨叹的人。我用一个例来讲，你就知影。有一个囝甲新妇
有一日想要请伊的妈妈，也是大家去食饭，去餐厅食饭。这5种性格的人会表现出伊无共款的态度。一种成熟的人就讲：哇，真欢喜，真难得有这个机会，哇，去餐厅食饭，讲哇，这个气氛吼，我从来毋捌享受到这个气氛，哇，足有咧死，足贪好死的，足欢喜的，这就是成熟的。过另外一种呢，就是摇椅型的，就是讲啊，莫啦。你要食饭，你少年人去啦，我踮厝过厝就好啊。若无迄厝，就去人搬去。这就是安那。摇以前我踮厝就好啦，我莫去。第三种就是防疫型的人，哇，咱后生甲新妇忽然间要请我食饭，哇，因知有啥物主意？可能要甲我讹我的塞卡的款，想要来甲我摕我的钱的款，无因来想要请我食饭，普通时就无请我食饭，今仔日要请我食饭。这就是一种防御型的人的心态。搁另外一种就是愤怒型。恁少年人定定咧食餐厅，哪会遐好命？阮较早的时代拢食番薯，恁即马定定咧食餐厅，较欠咧啦。阮较早拢是1箍欠1.1的，恁即马定定咧食餐厅。这就是啥？这就是愤怒型的性格。搁另外一种。就是自哀自怜，哎呀，莫啦！妖魂遮尔济，爱用屈斗来屈啦，头毛骨拢白啊，喙齿拢咬袂好势，莫啦！对，这就是安那，共一种代志，5种无共款的人，伊的反应无共款。请问，咱中间的长辈，恁爱对一款？来第一款的。有无第一款的举手一我看，哇，真好，感谢主，好，感谢主。咱有信用的人，拢是一个成熟的性格。你哋今日要邀请你去食饭，用欢喜、感恩的心，学乐、肯定，安尼你就活了真快乐。所以有成熟的。就是会让包容子孙的弱点，包容子孙无时间来陪你。我讲一句成熟的人唔但会让肯定子孙事实，还会当包容因的弱点，会当包容因无时间来陪你。若有的时阵爱真欢喜，若无时间就讲因就是咧拍拼，因咧无用。愿上帝赏赐每一个年长的，有健康的身躯，有好的信用，有活泼的灵性，会当珍惜上帝互因上水的时间，伫老年的时阵。也愿每一个做囝儿的，伫教会中间做事事，会当尊重这些长辈。亲像希伯来，亲像利未记19章32节，安尼写，讲伫白头毛的人的面前，你都爱徛起来，立正站好，因为你都爱尊敬老大人，你都爱敬畏上帝，恁就知我是耶和华上帝。咱做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阮的一生是一个过程，对出世红婴仔渐渐大汉，到伫年老白头毛。上帝啊，阮知这是一个过程，互阮珍惜每一个坎站。特别阮今仔日要为着阮伫教会中间的长辈来祈祷。上帝啊，你祝福伫阮中间每一个长辈，会当伫生命中来成功老化。勇健身躯，活泼的信仰。特别上帝，你也安慰伫阮中间年长的身躯欠安的，行动较慢的，上帝你会听甲因伫地，互阮伫教会内底会当形成一个就是尊重这些长辈，互因会当得到上帝加倍祝福甲福气。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免。